这个国健署的统计，16岁到18岁青少年一礼拜内啉手摇饮料超过7届的人，这个比例是超过一半。也就是讲，这个糖的摄取量拢超磅了。为着要让大家会当更加了解家己啉下着偌济糖，打来这个手摇饮料的标示有上新的规定，本地只要将每一杯饮料额外掺偌济糖写出来就会当。但是为明年的元旦开始，改做爱甲规杯的总热量、甲总糖量拢爱写出来。现在饮料业者只要把另外添加的糖量有多少标出来就好。从明年元旦开始，就要改成整杯的热量有多少都要写出来。布丁、粉圆、椰子各的饮料夹起来做伙啉，真顺口。但是总共啉偌济热量，要安怎知影呢？像是即摆一杯粉圆的零茶，只要求标示额外掺18克糖。每年的元旦开始，都要像这间业者安尼，写出着规杯的热量540大卡。另外，这个配料添加糖的总糖量是偌济，嘛总爱写出来。那可以标示最高的一个值。目前我们的范围是针对连锁的。老早就是有在标示全糖跟这个全热量的这个标示。如果有新的规定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会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标示。用菜单徛牌也是大纸无硬性的规定，但是若无标示，会当罚3万到300万，不实的标示上悬400万。对于瘦身的人来讲是还蛮适合的。可是我觉得国人就算知道也没差，我就是想喝啊。对，可是对我来讲没差，因为我都喝无糖。另外，若想卖果菜汁，含量无到10%，袂当叫果汁爱改名饮料。若咖啡，以前只要用咖啡因的含量大、红、青、黄的灯号，每年起都爱写出着数字。变就是希望民众会当为着健康，更加知影家己甲什么物件啉落肚。